叱咤一身起风云，虎跃龙让不战惊。老将廉颇计于谋定，面斥会上设伏兵。李牧只因虎狼之情，假以15连城，唤起我国祸事之弊，令相如奉命日秦，并结一队，将秦王之谋一概化解，完璧归赵。今有秦王越请我之免斥赴会，奉了老将军之命，保驾同行，众将官。整顿兵马，护驾前往。
上，怎光不前呢？秦王使命，怎敢不言而至？赵王之言，真乃和悦之情，令人敬佩。内侍有看酒是。就请府上一去，了无退出。知过啊，大王，秦王既不嫌弃，国色何妨啊？好，将秦去来，将秦奉上。献朝了。赵王国色，真乃不识家传。为卿臣将今日之事载入史册。遵旨。秦27年春3月，秦王赵王会议面之，秦王命赵王国色啊！秦王死了无情话，不由降怒怒气发，忙将瓦否带去下。再与秦王把话当。啊，大王，莫知闻得大王善受秦音，现有瓦否，请大王机之，一向欢乐。吾乃堂堂秦王，焉能几次瓦否问？哼！听大王之言，分明是一强欺弱。大王今日若不击否，你来看呐！按令相日要以项上之谢，以见大王之见。大夫不必如此，逢场去落，击否何妨？请大王击否。哎呀，瓦否啊，瓦否！今日占了孤王的御旨，就结了蔺相日的光了，献丑了。
啊，大王，你也妙得紧呐！于大夫，请过来。大夫，将今日秦王击佛之事也记在我国手册之上。好，带我写来。赵氏9年春3月，赵王秦王会议面斥，赵王命秦王击封。赵王今日相会，贤臣无座，以为请贺。虽然魏太宰，令相日，令大夫，你方才讲述什么？贤臣无座，以为请贺。贤臣无所，以为请贺。臣是。好，常言道得好，来而不往是非为礼也。就请秦王先吃首都咸阳，以为请贺。你指着口，两小可臣再三不礼，不是问。拿下了。
起多
臣启大王，那秦兵被老臣杀退了。老将军之功也，我之洪福。众卿，臣此番免斥赴会，令大夫素知多谋，老将军英勇无敌，使那秦邦不敢逞强。孤王有此问吾而言，我赵国无有疑。臣启大王，此番免斥赴会，俱是老将军一人之力，为臣何功之有啊？老将军，臣孤王奉以使臣20亿，裁断不断。谢大王。令大夫臣奉请首相执掌朝纲。哎呀，为臣哎呀臣蔺相如今拜首相，我的心中不服，启奏大王。臣启大王，想知首相之位，非同小可，大王三思。老将军一气不知，文能难帮，武能定国。臣启大王，臣才疏学浅，焉能担当得起这首相之位？望我之领选贤能。卿家是哪里话来？想以受此日情，完璧归赵，在渑池会上为国争光。似你这样，今天我已制裁，国王若不重用，岂能招来天下贤士？不必推辞，就将陈元国改为丞相府，下殿去吧。谢大王。好将军胜了，不服还。
相逢，羞辱他怒按心头。我呀，父下。这等事可不是嘛！待老夫去至长街，当那林相如的道路羞辱一番，有何不可？对，都头您特威风。得中嘉奖，长街去者。是啊。
相主转入小巷啦！啊！倘不就老夫妻乱林的相入，他也是您的兄长，今朝为何推让站在到小巷半路来端小巷登堂？来到小巷，等候了。老将军当当！啊！那年到小巷夜宿蓝，分明只有一把路转，向我向日来了难，我这里向天。把里偏不可，何如我不破其祸端，非是我不有那英雄胆，国家大事立为先，不许敷衍，为父我转。大雁回府，是大雁回府啊！他的是相不和，
是才老夫长期当那相如的道路，屡次三番退让于我，他怕了老夫不成。他呀，不敢不怕，吓破他的胆。从今往后，若遇林府门客，只管与他们争吵，闯出祸来，老夫做主。遵命，奉了将军命，长街斗威风，走着。相如啊，你虽在我之面前得宠，在老夫面前你休成好也。虽是老夫心偏见，岂能容让小儿
启丞相于大夫到。哦，怎么于大夫到了？正是。有请。是，有请于大夫。大夫驾到，未曾原因，当面试罪。岂敢下官来得鲁莽，丞相海涵。敢与大夫到此，必有见教。丞相为何疏于魏朝？偶然小阳，故而未曾上朝。哪里是偶然小阳？莫非与老将军不和？哪有此事啊？既无此事，丞相在长街之上再三的退让，莫非惧怕那老将军不成么？于大夫，你问的是长街之事吗？正是。这倒是有的。哦，有的。于大夫，我先来请教于你。不敢呐，不敢。是那秦王厉害呀，还是老将军厉害呢？自然是秦王凶狠，老将军焉能比得？赵啊，像我在秦庭之上，完璧归赵，面斥会中，力逼秦王击佛去了。那是些兵似冰山，将似江海。秦王在上，有敌在前，我尚且不惧，难道是我单单惧怕那老将军不成吗？既然不惧，为何再三的退让？我怕的是将相不和，乃国家之害呀！原来如此。于大夫，我再来请教于你。不敢，不敢。那秦邦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？真的无有。他为何不发兵前来？莫国有人。真是哪个？丞相与老将军。却又来呀！像我二人屹立在朝，那秦邦不敢侵犯。倘若我二人一旦失火，那秦邦必然要趁虚而入，发兵前来吞并我赵国。到那时，这误国扬名之罪，哪个担当得起呀？为此，我临相日，以国为重。我是情愿让廉颇，不愿王赵文。将军能回心转意，恳切和好，我临相日还要国父与老将军赔礼。哎呀，丞相啊！我想此事皆是老将军一人之过，丞相稳坐府中，且候好饮便
丞相宽宏将他让，可算国家一栋梁。哎，我说老弟请了，老哥请了。闲下无事，咱们酒馆一叙呀。走着走着，哎，老弟啊，可别忘了丞相的嘱咐啊！要是遇见将军府上的门客，可要谦让一二啊！老哥，哎，这我就不明白了。怎么？堂堂令丞相，他怎么就惧怕老将军呢？嗨，这你就不懂了。非是咱们丞相惧怕老将军，他怕的是将相不和，与国家不利呀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咱们边喝边聊，边喝边聊，哎好请。酒保，酒保，来了！哟，二位喝酒的吗？哎，有上座吗？有，里边请。哎，好，老弟，里头请，里头请。您请啊。二位，您这儿坐。这儿挺客亮的啊。哎，还真不错呀，这。二位，您用些什么？好酒一壶，好菜2碟儿。成了。快点啊！伙计们，好酒一壶。老弟，将军府到威风。哎，好，令相如，哎，好的，来，有何能？哎，好的，一仗唇舌，他立大功。封首相在朝中，廉颇老将岂能容？且到酒馆一结仇。兄弟，哎，到酒馆了，哎，咱们进去喝几盅，喝几盅，走着，哎，进来，哎，酒保，哎，酒保，二位，您喝酒呢吗？是，可有上座啊？有上座，上座倒是有，可是让丞相府的人先占了。什么？丞相府的人占了？别人占了还则罢了，丞相府的占了，我们将军府的不答应。这我们可不答应。让他们给我们腾出来。二位，这总得有个先来后到。不成，让他们腾出来。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？列位，二位不必生气，酒保也不必为难。这么着，把我们挪到这边，二位请来上座。什么？这我们那我谢谢您了。快点来，我给您挪。坐这，一样，我给他们一样嘛。挪。坐着，哎，好，挪过来。来，二位客人，来，您这儿坐。来，您这儿坐，给您腾开了。还算知趣儿，不敢不疼啊。老弟，喝着，咱们喝着。酒保，来，好酒一壶，小菜2碟。哎，好嘞。哎，酒保，过来。怎么着？他们要什么了？好酒一壶，好菜2碟儿。这么着，你再给他们加上2碟好菜，记在我的账上。走。您这是？别多问，让你背你就背。去。好嘞。哎呀，这来，喝酒。来呀！叫他们腾的就得腾出来，这就叫兵怂一个，将怂一窝。来喽！嘿，酒到菜到。酒保，我们点了2碟菜，怎么上了4碟啊？那2碟啊，是丞相府的客人送的。他们送的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他们丞相惧怕咱们老将军，这个是他们孝敬咱们的，孝敬咱们的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喝着，咱们喝咱们的，来。来，我说兄弟，你知道
知道啊？嗨，当初啊，他在庙太监府上也是个下人，可不是嘛。有一次，咱们老将军得胜还朝，庙太监大摆宴席，蔺相如还跪在地下跟咱们老将军敬酒。没错没错。哎，来，喝老哥，这酒我是喝不下去了。哎，老弟，沉住气，带我向前。瞧您的，我说二位，请过来，请过来。哈，又想给我们加俩菜是怎么着？哎呀，朋友相交，2点小菜算得了什么？我有2句话要请教请教。什么？有2句话？哎，这是要找不痛快呀！动手怎么着？动手啊！我们哪里，出去！这是哪儿的说的呢？他是刚才2位言道，我们令丞相出身微贱，没有什么功劳。你们知道令丞相出有鼎，完璧归赵的事情吧？出有鼎啊，那是他赶上了，活腻了。哎，二位，话可不是这么说呀。怎么说呀？我们丞相那是机智果敢，见秦王烹人的油鼎，毫不畏惧。他是侃侃而谈，据理争辩，问得秦王张口结舌，无话可答，这才安然回国，撑得起忠心赤胆，智勇双全。这不是奇功一件吗？是啊，那我就不明白了。还什么？你们丞相既然胆识过人，干嘛还要惧怕我们老将军呢？是啊，这2位就不明白了啊！非是我们丞相惧怕老将军，他怕的是将相不和，与国家不利呀。所以令丞相3番2次退让老将军，那他是以国家社稷为重啊！哎呀，听您之言，我2人如梦方醒啊！您说的不错，身为臣子，当以国家为重，岂能自相误会呀？哎呀，我2人此番回去，定要劝说老将军跟令丞相和好，别再跟他是找别扭了。哎呀，2位若是能劝说老将军回心转意，早日与我家丞相和好，此乃赵国之幸。来，我们给2位行礼。这个，哎呀，我2人刚才言语多有冒犯，改错，惭愧。这么着得了，酒保来，怎么着？今儿个这酒钱呢，记到我的账对，过来。方才有言在先，还是记在我们的账上。不用，列位啊！刚才你们说的呀，我都听见了。我想这将相之和，乃是国家之幸，百姓之福啊！今儿这个酒我免单了。来，我呀再敬列位一杯。喝着。来。
我如此，有什么才干？一旦那见一苗长尾呀，朝班心儿里呀，人那不知，马超我军满园相如小儿，有什么真实的本领？今拜手下，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？而今他到官高在上，威压朝堂，此事我知。就不不公了。哎，愿那君王喜得太平不明见，埋没那功勋上发难分辨，喜得儿想。叫老夫不得安然思前想后，心中不平。我也曾羞辱于他，屡次三番退让于我。相如啊，有老夫在朝一日，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。为此事终日里谋心思纷乱。有请，有请啊！离了相府的来
见老将军。啊，老将军！啊，大夫！啊！大夫驾到，未曾原因，当面是罪。岂敢下官来得鲁莽，老将军海涵。岂敢大夫到此必有所为。老将军数日未朝，莫非身体不爽？嘿，廉颇虽老，我这铜筋铁骨却还不老。走奔不朝，我为的是一人。莫非为那林丞相？什么林丞相？啊，老将军，你到那林丞相，惧怕你老将军不成么？他若不怕，让某何来？啊，老将军，我来问你，你与秦王哪个凶狠？自然是秦王凶狠，我焉能比得？招啊！向那林丞相首次父亲，他能完璧归赵；二次父亲必那秦王击破。那时节兵似冰山，相似相害，他尚且不惧，难道是他惧怕你老将军？何来呢？他若不怕，让某何来？他怕的是将相不和，乃国家之害呀！我二人不和，与国家祸害之有，大夫言中了。哎呀，老将军呐！相你二人一文一武，一将一相，共赴赵国。那秦邦不敢前来谋反，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，他国趁虚而日，那时我国国破家亡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血流成河。到那时，老将军，你还称的什么威风？闹的什么义气？那林丞相言道：“情愿让廉颇，不愿王赵不公。”
因与大夫之言，我日梦方醒。自古将相不和，国家是必受其累。倘若秦邦闻之，趁虚而入，那是我这无谋的老朽是死不足惜，可怜这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呐！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我问心何安？于心何忍？哎呀，真！老将军，那令丞相言道，或要亲自过府赔礼呢。哎呀，大夫啊！此事乃廉颇一人之错，怎敢劳动丞相亲自前来？待俺廉颇身背金杖，相负亲罪便了。廉颇做事不思量，不禁停罪走。
义气真，血盔甲，堂兄赤背，将错人，为定自军的仗义人，堂兄大爱呀，亏了我把相父君。不知廉颇亲罪名，西丞相老将军过府。哦，怎么老将军来了？正是。哎呀，妙得紧！老将军在哪里？老将军在。老将军，你这算何意呀？哎呀，丞相啊！廉颇老迈昏庸，藐视贤才，不该在长街之上三当丞相的去路，得罪相爷。如今身被进帐，国父亲罪，枉